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解释完了，就是无我的程序方式。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就看第21页的倒数第3行，就是地道的建立。那地道的建立呢，我们在讲到地道的时候呢，最主要呢讲的就是有境的部分，因为在前一个科判呢讲述到了境，那讲述到境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无我。那无我呢，又分为就是粗分细分的无我，以及粗分细分的法无我。那在讲到境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通达境的这个了知。那通达境的这个了知，它的功德不断的增长。所以为了了解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功德呢，所以讲到了有境。那在讲到有境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说又把它分为地和道。那在讲地的时候呢，就是地道它是用来为什么会提为把心绪当中的这个功德称之为是地呢？因为就如同说，像是外在的一切的这个植物呢，它最主要的所依呢，就像是我们的土地一样，所以就以这个呢，把地道当中的地呢，就是解释了说它是一切功德的这个所依，所以透由这个呢，在之上又来用譬喻，就是用道来做譬喻，假如说那一切功德的所依，一切功德的根本呢，无论是凡夫或是圣者呢，一切功德来源的根本呢，那就是安立为出离心。那在出离心之上呢，那所有其他功德它会不断的增长，所以地还有道的意思呢，它是一样的。那在地道的建立呢，它又分为2个科派。那第一个呢，就想要说所断；那第二个呢，就是想要说直接呢，就是建立地道。那所断呢，就是要断除的；那所建立的这个地道呢，就是它能够成为所断的一个对治力。所以呢，在讲完建立地道之后呢，又会讲到说，那我们如何依靠着这个对治力呢，来断除所断。那在这里讲到手段的时候呢，那手段呢并没有其他的手段，就是如同我们上面所安利的，就是前面呢我们在讲到无我的时候提到说无我呢它就是境，那这个境呢就是分为人无我还有法无我。那通达这个境的有境呢，那就是通达人无我的这个了知，以及通达法无我的了知。那通达人无我了知，它的相违品呢，那就是人我知。那通达法无我的这个了知呢，它的相违品呢就是法我知。所以呢，我们在讲到所断的时候呢，就是从有境的所断呢，那就是从人我知呢，然后就是属于人我知的这个所断呢，那就是烦恼障；那属于法我知的这个所断呢，就是所思障。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从就是人我执呢，它的境以及法我执的境呢，然后我们去做观察的时候呢，会发现说，人我执它的境呢，就是人有我，以及法我执它的境呢，就是法有我呢，这2个的境呢是不存在的。那透由这2者的境不存在呢，所以讲述到了3个科判，也就是2种无我的这个主张。那在了解了就是人无我以及法无我之后呢，那通达人无我以及法无我的这个了知呢，那也就是通达人无我的了知和通达法无我的了知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对治。所以呢，在这里就要说所断还有对治呢，这2者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呢，我们了解了对治力之后呢，那我们才会了解到说对治力它和它的境，那彼此之间关系呢是如何。那在讲到对治力呢，就是人无我的通达人无我的了知，以及通达法无我的了知呢，它是如何通达它的境呢？那就是前面呢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新的安立的时候呢，那就会讲到说这2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无论是说无我的程序方式，或是地道的建立呢，那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内容。那在讲述到所断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就看到说，就是安利呢，就是带有种子的普特求我知，即彼呢，就是势力所生之带有种子的三毒呢是烦恼障。那这边呢在讲到说烦恼障的时候呢，就是从烦恼障的因的
因的这个角度来解释烦恼障，还有从果的方式呢来解释烦恼障。那这边虽然说这里是直接翻译成就是带有种子的普特伽罗我执，但它的意思应该是说普特伽罗我执呢和它的种子，所以呢普特伽罗我执和它的种子呢，那这个呢是属于因的部分。就假如说普特伽罗我执它本身呢是烦恼障，那除了普特伽罗我执它本身是烦恼障之外呢，那能够升起普特伽罗我执的这个种子呢，它同样呢也是烦恼障。所以在讲到说带有种子的普特伽罗我执，它其实包含的就是普特伽罗我执本身，以及说能生普特伽罗我执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它的种子呢。那这两者呢都是烦恼障。那从果的角度来看呢，那就讲到说，就是透由普特伽罗我执，或者说有我执的这个种子呢，透由它之力呢所生的这个三毒，以及这个三毒的种子呢，那都是属于烦恼障。所以呢，就讲到说，透由我执呢，就是普特伽罗我执呢，它直接引生的三毒，也就是贪嗔痴呢，它是烦恼障，或者说呢，透由三毒呢。透由这个我执的种子呢，所引申出来的这个三毒的种子呢，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烦恼上的部分。那什么是烦恼障呢？就是我们在讲到果位的时候呢，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获得的果位分为两种。那一个呢就是解脱的果位，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切片质的果位。那所谓的烦恼障呢，它就是能够障碍我们解脱，或者说能够障碍我们承办阿罗汉果位的呢，那称之为是烦恼障。所以烦恼障呢，它并非能够成为障碍一切片质的一个障碍。同样的呢，所知上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能够障碍我们承办一切片质，它并非呢就是障碍承办解脱。那什么叫做一切片质呢？一切片质呢，也就是说一个了知呢，它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同时通达二地。那能够障碍一个了知同时通达二地的呢，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所知上。那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说，烦恼上呢，它最主要就是要障碍，就是我们承办解脱；那所知上呢，是要障碍我们承办一切片质。所以烦恼上呢，就是如果我们要获得解脱的话呢，一定要断除的障碍呢，那就是烦恼障。那所以我们了解到，就是如何区分烦恼障和所知障。那烦恼障呢，最主要它就是承办解脱的一个障碍。那所知障呢，就是承办一切偏执的一个障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就是想要说呢，带有种子的实质。那同样它意思呢，就想要说实质呢和它的种子。不过呢，在这里如果我们从字面来做解释的话呢，那就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因为呢，如果说我们这边讲到说，就是我们在安利所知上的事项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安利成实质，那就变成说呢，实质呢它就是一个错乱支。那实质是错乱支的话呢，就表示说呢，实质呢它所支持的境呢，就是地识呢是不存在的，就变成说。这个时候，因为有讲到说实质它是一个错乱支嘛，那既然实质是错乱支，那就表示说它所支持的这个境地识是不存在。但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因为现在呢是唯识中，那唯识中呢，它承许呢就是依他起还有缘成时呢是地识成立的，那片剂值呢是地识不成立的，这个是它根本的一个中理。所以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如果说程序实质呢它是所知上的话呢，那就变成说地识会不成立。但是呢，它又程序说依他起及依他起及原成时呢是地识成立的，所以我们光从字面来看这一段话的话呢，是会有过失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前面这一句话呢是种子实质呢，其实质的种子呢，就是这个本身就是已经有就是已经就是不太合理，所以后面呢，假如说就是透由实质以及实质的种子，或者说它的习气呢和它
由他之力呢所生的一切的恶险的错乱呢是所知上的，那连后面这个呢会变得不合理。不过如果这一段话呢，我们是从应成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是完全符合应成派的论述，就是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实质及实质的种子，还有透由实质及实质种子的习气呢，透由他所生的一切恶险错乱呢是所知上。就这一段话呢，以应成派来看的话呢，是完全合理的。不过现在因为是唯识宗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这边在解释的时候呢，这个实质呢，我们就不直接说是执实谛实成立的这个执着。所以这边的实质呢，我们去解释的时候呢，就如同我们之前在解释法无我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有两种法无我嘛，就想要说就是色为权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或者说呢成为分别心的单着是志向成立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实质呢，就想要说是执持呢分别心的单着是呢志向成立的这个执着，或者说呢我们讲说就是执持呢色外境成立的这个执着的实质，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去多加一些就是内容在里面，不然就是光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是唯识宗是没有办法承许的。所以这边的实质呢，我们讲说是执持外境成立，执持外境成立的这个实质，或者说呢执持呢分别心单着式的志向成立的实质，就是要这样子去做解释呢，对于唯识宗来说呢，才是比较抚顺唯识宗的一个见解。这里呢，就是要注意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想要说，就是实质呢和实质的种子。那这里的实质呢，就是我们不要用这个执持呢谛实成立的这个执着呢来做解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想要说实质还有实质的种子以及它的习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起一个疑惑，就是在想要说实质和它的种子以及它的习气，那种子和习气呢，这两者到底有没有不同？或者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那我们能够了解了就是实质的种子和它的习气之后呢，那之后就是我们在讲烦恼的时候，说要说烦恼的种子和烦恼的习气呢，那我们也就能够一起的去做理解。那在宗喀巴大师呢，他所造的这个阿赖耶识的解释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种子还有习气这两个呢，就是同义，但是呢异名，就是它意思呢是一样的，不过它的名称就是用不同的名称呢去称呼之外呢，它其实呢是同样的意思。那这个呢之前是在讲说宗喀大师的阿赖耶识的这个解释里面呢是如是的做解释。那这边呢就是虽然说呢在阿赖耶识宗喀大师阿赖耶识解释里面讲到说这两者呢就是同义，但是呢名相异的。那不过我们在解释的话呢，就是现在大家看到人摩切的三根手指头嘛，那食指呢就是代表着这个种子，那中指呢代表的呢就是了知。那我们这边这个了知直接用烦恼去做替代，那就用贪烦恼。那无名指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习气。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到种子的时候呢，会从因呢去了解。那在讲到习气的时候呢，会从果这一方面呢去了解。所以呢，我们在了解了呢，就是这三者呢，第一个呢，我们在讲到说，种子呢它是因，所以这边我们的这个了知是放贪嘛，所以呢，就是这里呢，种子呢是讲到说它是能够升起相续后继贪的这个能力呢，是贪的这个种子，也就是贪的因，所以呢，这个是种子的部分。那升起了这个贪之后呢，那贪它的相续后继，然后能生的这个能力呢，就是所谓的果，就是我们先升起了第一个贪，有了第一个贪之后呢，它留下了就是第二刹那，它留下了一个习气。那这个习气之后呢，这个习气它具备怎么样的能力呢？它能够具有就是之后再升起贪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种子还有习气的一个差别。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世间的这个在诠释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说，这一朵花的这个种子，或者说呢这个苗芽的种子的时候呢，是指这一朵花，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植物呢，它本身的因，就是能升起这个植物的因。但是这个苗芽或是这一朵花呢，它本身呢也具有能够生治果的这个能力，它有能够生治果的能力。就像呢，那能够生治果的这个能力呢，就是它的这个习气。就像说我们在讲说，我们吃完葱，或者说我们花，就是吃完葱以后呢，虽然葱已经没有了，但是葱的那个味道还在，所以那个味道呢，就把它比喻成像是习气一样，它就是有了葱之后呢，所遗留下来的这个习气呢，就是这个味道。或者说呢，花呢，本来这里有一朵花，这房间里面本来有一朵花，当我们把花拿走之后呢，这个房间呢，它花的这个味道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以这个了知的这个果来说呢，就是习气呢，像是它能够生治果的一个能力。那这边呢，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那第一个呢，就是如同我们刚刚所解释的，就是讲到说呢，种子和习气呢，它其实呢就是同名，就是它只是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就是从作用之上面来分，从作用上面来分呢，一个呢是属于这个了知的因呢，就把它命名为是种子；那是这个了知的果呢，就把它命名为是习气。那其实呢，它两者呢是一样，不过是从作用面来分的话呢，就是分为种子和习气。那这是第一种分法。那第二种分法呢，就要说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就像是不特求我执，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实执好了。那能够升起呢，就是第十执着的这个因，能够升起实质的这个因呢，把它称之为叫做种子。所以呢，我们在断除我执的时候呢，是连我执的种子呢是能够一起断除的，因为它是一个能生我执的因嘛。所以当我执断除之后呢，能生的因它自然跟着一起就断除了。那这个呢是程序都是一样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那习气是什么呢？那习气呢，它讲到说是显现地识的能力。所以呢，显现地识的这个能力呢，在我执断除的时候呢，显现地识的能力呢，它并不一定会跟着断除。因为呢，就是我们在断除了，就像我们断除了实执之后呢，但是我们的分别心当中呢，还是会显现地识。所以这两者呢，就是解释方面又变得不一样。就是说另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在讲种子的时候，种子它指的呢，就是能够升起就是直识地识的这个因。那习气呢，所指的呢是显现地识的能力。所以当断除我执的时候呢，能够直持地识的因呢，它会跟着一起断除。但是呢，显现地识的能力呢，它不一定会跟着断除。那这边呢，就是来做一个收摄，就是讲到说，就是种子和习气的时候呢，那先讲第一个，就是种子和习气呢，它的体性呢，这两者的体性都是心不相应刑法，就是无论是种子或者是习气呢，它都是非色非心，所以种子和习气呢，这两者皆是心不相应刑法。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那这两者虽然都是心不相应的体性，但是呢，讲到差别的时候呢，就是以时间来判它的差别的时候呢，就是以烦恼的因呢，就是安立为种子；烦恼的果呢，就是安立为习气。所以呢，在升起，就是以一个时间升起一个次第来说，它们有因果的关系，就是种子呢先升起，那习气呢后升起。那这个是关于就是时间升起的一个差别。那接下来的差别呢，就讲到说，烦恼的种子呢，它和烦恼一样是属于烦恼障，不过呢，烦恼的习气呢，它是所知障。那因为烦恼的习气呢是所知障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断除烦恼的种子和断除烦恼两者呢是同时的。但是断除烦恼的种子呢，并不代表呢断除烦恼的习气，因为烦恼的习气呢是所知障。所以就像阿罗汉他们呢已经断除了烦恼的种子，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断除烦恼的一个习气。所以呢，就是以一个升起他们二者升起的一个次第来说呢，会先升起烦恼，会先升起种子，然后呢再升起习气。那同样呢，在断除的时候呢，断除也有个先后的次第。在断除的时候呢，先断除种子，
然后呢之后呢再断除习气。那同样呢，这二者呢在深浅之上呢也有差别，因为讲到说种子呢它是所知障，是属于初分的，那习气呢是属于种子呢是属于烦恼障，所以呢它是初分的，那习气呢是所知障，所以呢它是细分的。所以以上呢就是关于烦恼还有习气二者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实质呢及实质的种子，以及呢实质的习气，还有由它所生的一切恶显错乱为所知障。那这里虽然讲到说是恶显错乱，不过这里最好是在恶显错乱之后呢，加上说恶显错乱这一分，因为说讲到说一切恶显的错乱呢，都是所知障的话呢会有过失的，所以讲到说恶显错乱这一分呢会比较好。为什么讲到说如果只用一切的恶显错乱都是所知障会有过失呢？那就像我们一般讲到说像是直射眼知，那直射眼知呢，它比如说就是他看到我们讲到说它会变成错乱，最主要就是有这个暂时的错乱因，还有就近的错乱因。那它一定会有就近的这个错乱因嘛？那就近的这个错乱因呢，我们才能够称之为是所知障嘛，就是有它的这个习气的缘故呢，才能够称之为是所知障。但是呢，暂时的这个错乱因呢，它也会产生这个错乱，所以当产生错乱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直射眼知产生错乱的时候呢，那错乱的呢，就是一定是眼知本身嘛，就是它在显现的时候，它可能把白色的雪山呢显现成蓝色的雪山，所以在显现之上呢，它也会有这个显现之上的这个错乱，所以它这个显现的错乱，同样呢也是恶显的一个错乱，因为它所显现的并不是如同它所看到的这个一般。但是呢，我们一般在讲到说，就是会成为所知障的这种恶显错乱呢，是只有在意知呢才会产生。才会有所谓的所知障，根知它是不可能产生所知障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说根知呢，它看到根知它也会显现这个恶显，但是因为它显现的这个恶显错乱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直射眼知呢说它是所知障，这一点呢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根知，它是没有办法成为所知障，所以讲到说所生一切恶显错乱的这一分为所知障呢，会比较合适。那就是这边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分别知呢，它是否呢，就是像是直频分别，它会不会显现这个恶显错乱？那一般以直频分别来说呢，它是会显现恶显错乱，因为我们知道说分别知呢，它本身就是错乱知，就是我们不要讲说就是将比直持为比的这种错乱，就是把它的异共相呢显现为比的这种错乱呢，是一定会有的之外呢，那同样呢，它也会有就是分别。就是它会有支持分别性的单着式呢次相成立的这种错乱，就是这种错乱呢，或者说支持呢，就是外境成立这个错乱，以分别知来说呢，都是会存在的。那不过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呢，就是实质和实质的种子，还有它的习气，以及由此势力呢，就是由它之力呢所生的一切的恶显的这个错乱呢，这边恶显错乱最主要讲的呢，就是它透有它的这个就近的这个错乱因，也就是无明，透有就近错乱因呢，然后显现就是分别心的这个单着式呢，志向成立的这种执着也好，或者说呢，我们想要说外境成立的这种执着也好呢，是这里讲到的恶显错乱。所以一般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分别知呢，它是不是恶显错乱？我们会说是分别知它是恶显错乱。但是为什么说这边我们要特别加上说恶显错乱的这一分？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说分别知它是恶显错乱的，所以它就变成了所知障。所以刚才讲到说，为什么光讲用恶显错乱来说呢，会有一个就是可能会弄混淆的地方，所以才要加上是说恶显错乱这一分。因为我们这里讲到说所知障呢，如果是了知体性的所知障的话呢，它本身一定要是颠倒式。它这样是颠倒式的话呢，就表示说它的境呢是不存在的。但是直频分别呢，它的境呢频质呢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因为它有显现恶显错乱的，所以它呢就是所知障，是没有办法这样安立的。所以我们才讲到说这里的所知障呢，就是特别讲到说，就是透由无明呢，然后所产生的就是对于
呃分别心的这个单着是自相成立的这一种执着，或者说呢外境成立显现外境成立的这种执着的了知呢，称之为是所知上，所以才为什么要加上这一分的原因在这里。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修行者心中的哪一些内容是道？像是内道相续中呢，就是他心通等神通呢，是不是道？然后像是忏悔心啊、感恩啊、随喜啊这些善心呢，是不是道？那仁波切就回答呢，就是这些呢并不是道。那它不是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像是外道，它心绪当中呢，就是也能够升起神通。那像是我们知道说六通里面除了就是漏尽通之外呢，那像是天眼通啊、天耳通等等这些呢，就是在外道的心绪当中都会有的缘故，所以呢，它并不是道。那如果说我们一个论事争议论事来说呢，就是如何安立说它是道或是非道呢？那就像这里所讲的，就是以五通或者说忏悔啊、感恩的善心等等，它为什么不是道呢？它不是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未入道之前呢，心绪中就可以有的缘故。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入，无论是就是内道的大乘道或是小乘道呢，我们心绪当中呢就能够升起，就是像是五通等神通，或者说那以外道来说，外道他们有在持戒啊，因为我们一般是讲到说就是三学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其实外道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会讲说内道所学的，就是佛教徒所学的这个戒定慧呢，叫做真上三学。为什么叫做真上三学呢？所谓的真上呢，就是它超胜于外道的缘故，比外道还要殊胜的缘故，所以叫做真上三学。那就是外道他们有在持戒嘛，那同样呢，他们也有在修定，因为他们有这个专注一趣的这种三摩地或是摄摩他的外道心绪当中也是有的。那同样呢，外道也是有会的，因为他们也会对于他们的导师所讲的这些经典呢，他们也会去做观察，所以戒定慧三学呢是共外道的，所以常说为什么佛教徒所学的三学叫做真上三学，就是它超胜于外道的缘故。所以这些不是道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就是外道心绪当中也有。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我们在尚未入道之前呢，这些也是能够在我们心绪当中升起的。所以呢，这些呢都没有办法称之为道。那道什么时候升起呢？那这个不称为道的缘故，就像是我们会讲到说，像是在下士道的这些修学的这些法类呢，就是我们分为下士、中士、上士嘛。那有一些下士道修持的这些法类，它并不一定是能够称之为道，因为这些是我们未入道之前呢就能够升起的。那什么时候在我们心绪当中能够升起道呢？什么时候最初升起道，就是看我们什么升起了，就是真实的就是欲求解脱之心。或者说呢，我们说真实升起了想要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的这个出离心，而且这边讲的真实升起呢，指的呢就是指说就是任运而生，就是不照做就能够升起，就是看到轮回的一切盛世呢，我们都是要说它是轮回，所以你不会升起任何的贪着，你只想呢就是快速从此轮回当中呢解脱出来的这种心。这个心呢，这个出离心呢，什么时候升起之后呢，我们的心绪呢才能够称之为叫做我们的心绪当中有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下就是看到第22页。那第22页呢，就讲到说，就是了解补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那了解补特无我的这个见解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所修。为什么想说它是主要的所修呢？就是我们想要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就是我们所谓的解脱。解脱是什么？解脱就是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叫做解脱。那轮回为什么会有轮回呢？轮回的根本呢，就是因为说有各式各样的烦恼。那这些烦恼从何而生呢？这些烦恼呢，就是从我执而生。所以我们要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呢，那就一定要从这个我执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那如何从我执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呢？那就要去了解到说，就是补特伽罗无我是什么。了解了补特伽罗无我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升起
通达就是无我的这个智慧，就是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了知，我们才有办法升起。所以这里呢讲到说，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见解呢，指的就是说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了知。所以这个呢，它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所修，就是所修。你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你所要修学的是什么呢？就是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了知。那所以呢，这里就想要说，就是所修呢，就是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了知，就是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那有了这个见解之后呢，那能脱者是谁？就是能够脱离者是谁呢？那能够脱离呢，就是又分为三种嘛，就是声闻缘觉大乘。那具备了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之后呢，然后能脱者，那他是怎样呢？就是诸具声闻种性者的所为，属于自利的这个下品福德之量。那这里讲到说，声闻还有独觉呢，他们主要为什么他们去修这个所修呢？他们修这个了解普特伽罗无我见解，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最主要的所为呢，就是那声闻种性者就是为了自己，就是只希求自己一个人能够获得解脱。那同样的呢，缘觉行者他也是他最主要的这个所为，就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自己能够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所以呢，这里就想要说，就是所修呢，就是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那这里的这个见解呢，指的是说有境的见解。那有境的见解呢，所指的呢，就是通达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了知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了解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那诸具声闻种性者，那具有声闻种性者呢，所指的就像是声闻之良道、声闻加行道、见道、修道呢，它叫做声闻种性者。为什么称为声闻种性者呢？它就是堪能证得声闻菩提的呢，就叫做声闻种性者，就是堪能获得声闻菩提呢，那叫做就是声闻种性者。那声闻种性者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所为，这里的所为呢，就是指他的目的。他修学普特伽罗无我见解的这个目的呢，最主要呢就是自利，就是希求自己，就是自己一个人能够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说他的目的呢，就是仅为了自己能够获得解脱。但是呢，仅仅为了自己一个人能够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呢，光修学就是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呢，就能够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呢，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我们唯靠等至定呢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那在厚德的时候呢，还是要累积资粮；在厚德位的时候呢，还是要去累积资粮。那所以讲到说呢，具有声闻种性者的所为呢，就是他目的就是为了自利呢，然后在厚德的时候呢，就是修习这个下品的这个福德之粮，那这是属于声闻。那同样的呢，就是独觉种性者呢，他的所为就是他的目的，那就是讲到一样，所修呢，就是所修的呢，就是通达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那能修者呢，就是刚刚讲的是声闻，那现在讲的是独觉。那同样的，独觉他修习这个普特伽罗无我的见解呢，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就是同样也是为了自利。那同样呢，他只有就是智慧资粮呢是不够的，他还同样呢还是要累积这个福德资粮。所以，假如说为什么讲到中品的福德资粮呢？因为它跟声闻道比起来呢，它要累积比声闻呢就是更多更广的资粮，就是少则三世，那多呢就是百劫。就是他要多修百劫的这个资粮呢，所以讲到说两者双运，两者双运呢，双运指的呢就是指说这个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等至的时候呢，主要所累积的呢是智慧资粮；那在后得至的时候呢，最主要呢所要累积的呢就是方便资粮，所以呢，智慧资粮以及方便资粮呢，就是二者双运。所以呢，就是这两者呢，就是声闻呢，借着三世累积资粮，还有缘觉呢，借着百劫，就是累积资粮串行之后呢，各自现证的菩提。那接下来呢，就讲说就是菩萨。那声闻和缘觉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希求，就是能够获得解脱。因为我们讲说有两种果位嘛，就是呃
解脱以及一切遍智。那大乘的菩萨呢，他所希求的呢，并不是解脱，他所希求呢是一切遍智。所以诸菩萨呢，则是将了解能取所取一直空的这个见解。那这个能取所取一直空的这个见解呢，那就是了解法无我的这个见解。那虽然说呢，这里就是只有讲到说，就是能取所取就是一直空的这个见解。那同样呢，我们可以把就是了解这个分别心的单着是至上成立空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安利上去呢也是可以的。所以菩萨呢，他的见解，他所修的这个呢，和声闻又不一样。因为我刚刚讲到说，声闻的主要所修呢，就是通达人无我的这个了知。那菩萨呢，他的所修呢，就是通达法无我的这个了知。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就是声闻还有缘觉呢，就是他们两者呢，就是他们两个的差异。那哪一些是一样的，或者说哪边是不一样的差异，那是我们要去了解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所修的见解，他们两个所修的见解呢都是一样，所修的呢都是了解人无我的这个见解。那能修者呢，能修者就不同。那一个呢，就是以声闻来说呢，它是希求就是声闻菩提的。那独觉来说呢，它是希求这个缘觉菩提的。所以呢，在能修者来说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修行这个所修的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原因呢？那目的呢也是一样，目的就是希求自己呢能够获得解脱。那第三个呢，就是累积资粮的多寡呢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因为声闻呢，它是累积这个下品的福德资粮，那缘觉呢，它所要累积的呢是中品的这个福德资粮，所以累积资粮的这个多寡呢也是有差异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时间。那声闻呢，它累积就是三世呢，它就能够现证，就是声闻阿罗汉的果位。那缘觉呢，它要累积百劫的资粮之后呢，才能够现证呢，就是缘觉的这个果位，缘觉的菩提。所以呢，从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所修的见解呢，声闻和缘觉是一样的。那能修者呢，那一个呢是希求就是声闻菩提，一个是希求缘觉菩提，所以能修者呢是不一样。那第三个呢，目的呢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希求呢自己能够从轮回当中呢脱离，所以自利呢是一样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所累积的资粮，那一个呢是累积中品福德资粮，一个是累积下品福德资粮，所以有多少的差别？那时间呢也有差别，就是声闻呢它累积三次的资粮，那独觉呢要累积这个百劫的资粮，所以在这五种里面呢，就是所修以及目的呢，他们两个是一样的。那其他就是能修者还有所累积的资粮以及累积资粮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能够了解什么呢？就是声闻缘觉呢，就讲说他们所修的见解呢是一样的。所以在了解到说他们最主要的所修的这个见解呢，就是通达人无我的这个智慧，通达人无我的这个了知。那既然所修呢是一样的，就表示说声闻和缘觉呢，它的所断呢也是一样的。因为所修呢是补特伽罗。通达补特伽罗无我的这个了知，所以他所要断除的呢，就是补特伽罗的这个我执，也就是呢，声闻和缘觉他们两者所要断除的呢，就是我执，所以他们所要获得，就是脱离轮回之后呢，所获得的这个涅槃呢，为了获得这个涅槃呢，他们所要断除的这个所断呢是一样的。那从这边呢，就是我们了解了，就是因为所修相同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的所断呢也是一样。所以从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就是从唯识宗的角度呢，他认为声闻和缘觉呢，他的所修和所断呢都是一样的。那这边呢就区分出就是唯识和秩序派的差异，因为秩序派呢就是声闻、缘觉还有大乘呢，它的主要的所修呢都不一样。就是以声闻来说，它的主要所修呢就是通达就是人无我的这个了知。那缘觉最主要的所修呢，就是通达外境不成立的这个了知。那大乘呢，它的主要所修呢，就是通达第十不成立的了知。那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就是
以秩序派来说，声闻、缘觉还有大乘呢，它的主要所修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的所断呢也不一样。以秩序派来说呢，声闻的所断呢就是不特起的我执，那缘觉的所断呢就是执持外境成立的这个执着。那大乘呢，它的所断呢就是第十成立的，就是实执，就是要断除实执。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唯识宗以及秩序派呢，就是透由声闻和缘觉，它的所修呢，就是一样或是不一样的，了解说这两派的差异。那所以呢，接下来就想要说，就是唯识宗的大乘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它的所修呢，就是通达法无我的见解，也就是呢，通达就是能取所取，意指空的这个见解。那光有这个见解呢，也是不够的。那他修学这个见解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修学这个见解的目的呢，又和就是声闻缘觉不一样。那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自利。他目的是为了自利。那同样呢，他所累积的福德呢，和声闻缘觉也不一样。因为他所要累积的呢，就是上品的这个福德之粮。那不过呢，就是福智要双运这一点呢，就是无论声闻缘觉或是大乘呢，都是一样的。那唯有靠着就是正等定智呢是没有办法承办果位的，所以同样呢，也是在正等定智的时候呢，就是累积智慧之粮；那在后得智的时候呢，就是累积方便之粮。那透着就是福智双运呢，然后他所要累积的时间呢，和声闻和缘觉呢也不一样，因为缘觉呢只要百劫，那大乘呢就是要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那三大阿僧祇劫累积资粮呢，就是讲到说在资粮道还有加行道的时候呢，累积一大生喜劫的资粮。那从初地呢到七地，就是不净七地呢是累积一大生喜劫资粮。那最后呢就是清净三地，就是八地、九地、十地的时候呢，再累积一大生喜劫的资粮。所以累积三大生喜劫资粮，然后串习之后呢，现证自己的菩提。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就了解到，就是大乘呢，就是和声闻缘觉呢，就是两者呢，就是全部呢都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呢，诸菩萨呢就讲说就是所修者，那所修者呢，他所希求的呢，就是大乘，就是佛位的这个菩提。那了解能取所取意识空的这个见解呢，就讲到说它的主要所修，呢，就是通达法无我的这个了知。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目的，它的目的呢，最主要是他力和上面的这个智力呢又不一样。那同样呢，它所要累积的福德资粮呢，是上品的福德资粮，和声闻缘觉呢又不一样。那同样呢，在累积福德的时间呢，是要三大圣七劫资粮，所以和就是大乘和小乘的差异呢，是就是无论是能修者，或者说主要所修的见解，或者说他的目的，以及呢所要累积的资粮，还有累积资粮的时间呢，就是这五者和小乘行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同呢，就是我们在讲到小乘的时候呢，就讲说他们的见解呢，都是通达不特求无我的见解，所以呢，它的相违品呢，它所要断的所断呢，就是不特求我执。那我们再看到菩萨呢，就是大乘菩萨，他最主要的所修，他的见解呢，就是通达能取所取，一直空的这个见解。所以呢，他的所断呢，他所要断除的呢，就是或者说他的相违品呢，那也就是执持呢能取所取非一直空的这个见解呢，是大乘菩萨呢，他最主要所要断除的。所以呢，在四部宗里面呢，就是一切有部和经部中呢，他们在安利就是三乘的不特伽罗的时候呢，就像是声闻乘、缘觉乘或是大乘的时候呢，那一切有部和经部中呢，它程序就是三乘的这个所修的见解呢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三乘无论是声闻道、缘觉道或是大乘道呢，它主要的所修呢就是通达人无我的这个见解。因为呢，他们不承许说有法无我，他们承许诸法呢都是有我的，所以三乘无论是声闻、缘觉、大乘呢，它主要的所修的见解呢都是通达人无我的这个了知。因为呢，一切有部和
经部中呢，就是承许三乘的这个所修的见解是一样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的所断呢也全部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特求的我执。那接下来唯识中呢，那唯识中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就是声闻和缘觉，就是小乘道的所修呢是一样的，就是通达人无我的这个见解。那大乘呢，他的所修呢，就比小乘呢就来得更为的深细，就是呢通达法无我的这个见解。那也因为所修有差异的缘故呢，所以所断呢也是有差的，所以大小乘的所断呢是有差的。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秩序派。那秩序派呢，这边指的就是随于前行的这个秩序派，也就是现观里面呢最主要的这个见解。那刚就讲到说呢，就是随于前行秩序派呢，它承许就是三乘道它主要的所修呢都不一样。声闻道的主要所修呢，就是通达人无我的这个见解。那圆觉道的主要所修呢，就是通达二取空的这个见解。那大乘道的主要所修呢，就是通达第十空的这个见解。那因为所修有差异的缘故呢，所断呢也同样的就会有差异。随经部行的这个秩序派呢，随经部行的秩序派，它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轻便论师。以轻便论师的见解来说，就是同样就是声闻和缘觉道呢，它同样也是所修呢就是不特求的无我的见解。那不过它的大乘道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轻便论师它承许呢就是外境呢是成立的，所以它大乘最主要的所修呢也是修这个地识不成立。所以这是随经部行的这个秩序派。应成派呢，应成派对于三乘的这个所修的见解呢，都是一样的，就是无论声闻缘觉大乘呢，那他们最主要呢都是修持这个人无我以及法无我，那这两者呢是没有差别，所以他们的所修呢是一样的，就是无论是声闻缘觉大乘都修人无我和法无我，所以所修没有差别。不过呢，所断之上呢是有差别的，就是应成派呢，他认为呢，就是声闻和缘觉呢，它的主要所断呢是烦恼障，那大乘的主要所断呢是所知障。